係裝全世界。軍警隨便開槍。係啊嗱，我去問下師傅，好快翻嚟。我哋啊冚家都學操船嘅，就你一個喺出邊學游水。反對皇帝，血腥無限。今日12月7號喺廣州。飲埋屋企啊！我哋又有㗎。你老豆話自己裝船咁霸位，你做咩唔跟佢學啊？呢度咧，去三留四。你同佢講，我都冇佢呢個老豆啦。而家啲有錢人啊，係要揸死我落㗎，抌咗佢啊！我呢個政府幾好幾好。10年前有啲鬼佬蝦我哋啊，我點知而家自己人蝦自己人啊？各位，我叫你唔好執啊！政府收走咗我哋間船廠㗎啦！阿媽等緊你開飯，等佢好擔心你啊！30歲人啦，你連份正經嘅工都冇啊！做船貪快係會搞出人命㗎！你冇嘢啊嘛？藥就俾你喎。今次就唔係阿貴豬要你幫我搽藥油㗎啦。由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。早上一度啊，尋晚咧就係西京人都會嚟追東呢個晚上啊，亦都係咧凌晨3點起追東一日嘅。去到沙梨頭。只要梁爸爸佢繼續裝船，我哋會繼續拍嘅。即係要分少少啦，即係聽到咁上下要做乜嘢，聽到咁上下要做乜嘢。呢一個故事係一本仲未完成嘅書嚟，呢本書仲一直喺度書寫緊。